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引带带领，互咱伫主日会当过三个主日，做伙来敬拜伊。咱即时大心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听阮上帝，阮要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阮知阮每一届的主日拢是出自你对阮的听，对阮的恩典。阮即时要做伙来领受圣经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快乐甲帮助。恳求圣神，即时甲阮同在，互阮有安静的心，拍开的耳孔，互你的话通进入到阮生命上该深的所在，成做阮的快乐，成做阮的引带。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今日看的第一段经文是出自腓立比书，所以咱大心要小可来介绍关系腓立比的代志。腓立比这个城是保罗伊伫欧洲福音布道的第一站，第一个所在。伊伫遐建立欧洲上介早的一间教会，也就是腓立比教会。保罗和腓立比教会关系非常的亲近，伊的福音的事工也对腓立比教会得到真大的支持，得到真大的帮助。保罗伊咧写即封腓立比书的时，伊人当伫罗马的监狱内底，而且即届的罗监经济非常的危急，毋知影敢会当佫出来。但是伫即款的情景内底，保罗伊的心内犹原挂念伊所听即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对因来提出伊的劝勉、伊的鼓励。咱今日特别做伙通过保罗写互腓立比。即个批信内底即段，咱做伙来学习，要安怎互咱会当成做一个真实军队基督的门徒，也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上帝所欢喜、上帝所祝福的教会。咱要大心来看一个地图，互咱小可知影腓立比伫什么所在这红色的字，这就是腓立比这个是爱琴海，所以腓立比的位是伫爱琴海的上界北边这个所在。保罗伊第二摆的布道旅行，就是对这是土耳其对这算亚洲的部分坐船经过这几个岛了后，来到腓立比所以这腓立比成做伊进入欧洲传福音事工的第一个所在真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咱来看一个时间表这是保罗伊第二摆旅行的是进入欧洲伫腓立比建立教会到伊。后来伫罗马佫一届受关押的时，伫关押内底写这4张批那个称作监狱书信其中一封就是腓立比书，用这封批内底勉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腓立比书短4章但是伊内底有出现超过20摆的记录。伫遮尔困难、遮尔挑战的环境内底，伊却会当写出一封充满喜乐的批信真特别。这咱有机会才和咱来分享这个部分腓立比书咱今日特别做伙通过拄则咱所读的这段腓立比书，做伙来学习几个真重要信仰的功课。第一，咱要做伙来看信仰群体的合一，这是一个真困难，但是也真必要的功课。咱拄有讲，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伊亲身建立的一个教会，所以伊对遐信徒，通讲是非常的熟悉，非常的了解伊也对教会所拄到这困难伊也拢真清楚因彼此的关系真亲近，所以咱若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咱会有一种感觉迄种感情非常的丰富关系真好的人在写批迄种的感觉咱读会出来伊的教导、伊的劝勉也拢真直接来针对腓立比教会当拄着真实际的困难这咱会当做一个对照咱若在读罗马书的时，迄款的感觉就真无共款罗马书感觉起来是一个第三者有小可距离的人在讲教导的话，但是腓立比书是一个情感真丰富的一个批信。对于初代教会来讲，要安怎互无共款背景的基督徒会当做伙合一伫一个教会内底这是因当拄着也非常迫切爱处理的问题保罗伊深深知影，只有真正的合一，成做一个真正合一的信仰的群体，
一个真做一个合一的教会，才会当有对外的溃力。但是咱拢知影，要合一，对任何一个团体来讲，无论是教会还是其他的团体，拢是真重要，但是也真困难的一个功课。为什么合一会真困难？我想，因为合一这件代志在挑战咱的人性。这件代志，合一这件代志，和咱人性的欲望是有一个冲突的。有一句俗语安尼讲：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水流往低所在去，这是自然的现象，一定会安尼发生。这两句放做伙，表示讲人想要往顶悬来爬来爬，想要愈来愈悬，愈来愈悬的地位，这嘛足自然，那像足普遍的一个代志。人总是会想要为着家己来争取更较悬的位置，想要来掌握，想要来拥有更较侪的资源，也总是会用种种的办法、种种的方法来追求成功。追求别人的肯定，追求权力，而且往往是无顾一切，不管用什么方法，拢要爬到上界悬的位。咱会当想象，伫一个群体内底，伫一个教会内底，若是每一个人拢是用这款的心态咧追求家己的位，追求家己的利益，咱会当想象，要合一当然是非常的困难，差不多是无可能的代志。保罗针对教会所拄到这款的情形，保罗伊互因一个真清楚的教导。保罗讲，毋通自私自利，也毋通贪虚荣，毋通只干那顾家己，只干那想到家己的需要，无去顾别人。我想这是人犯罪了后一个真普遍的现象。咱若对圣经有识，咱知影。伫创世纪内底记载，亚当夏娃犯罪违背上帝命令了后，上帝来甲因质问：恁为什么犯罪？上帝问亚当，亚当安怎回应？亚当敢有讲是我毋对，上帝你原谅我，敢有？亚当讲是拢夏娃害的，夏娃起来我食的，而且这夏娃是你做的夏娃。上帝去问夏娃安怎回应？拢是迄只蛇害我的，迄个蛇起来我食的。人就是安尼犯罪堕落了后的人性，就是拢干那顾家己，无咧顾别人。我想这是堕落的人性真普遍的一个情形。这款的情形存在伫当时的腓立比教会，也是其他的教会，我想嘛应该是有。但是毋简单存在伫迄时的教会内底，咱若回头来想，即款的情形，敢若想到家己，敢若关注家己的需要，即款的情形嘛发生伫咱今日的社会内底，甚至伫咱今日的教会内底。咱若拍开新闻来看，咱就会发现，不时有侪侪社会事件，拢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去牺牲别人，即款的代志不时在发生。所以人性要靠家己来达到合一，非常的困难。因为人性的试探、人性的软弱、人性只简单要往顶悬来爬，人性无法度愿意去看到别人的需要，这是人的欠缺、人的软弱。保罗伊在劝勉信徒，就爱有这款的学习，对于信用的价值观来看。将家己的眼光会当学习，对家己的身躯顶来转往其他的他者这他者包括上帝，包括其他人，就是讲咱在做选择的时，咱在做决定的时，反应的时，咱得爱先想看卖，这件代志上帝的心意是啥款？伫这件代志顶面，别人有啥物款的需要，我会当为别人来做啥物？从咱的眼光对家己的身躯顶来转往别人。保罗伊安尼讲，就爱彼此谦逊，看别人比家己较高明，也得爱关心别人的利益。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一个劝勉，爱谦卑，看别人比咱家己较高明。
我想这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真无共款，因为这世界通常袂甲谦卑看作是一个好的美德。谦卑这件代志，反倒会互人认为是安怎？是软弱，是无胆的一个表现。我想这个世界所赞成的所认同的是表现自我、高估家己，这和谦卑离了非常的远。真正的谦卑的意思是讲，咱会当真合宜、真适当来评价咱家己。伫创造的上帝面前，咱会当承认，会当看清楚，咱是一个受造的人，是一个真有限也真无完全的人。咱也愿意学习，完全来信靠，完全来交托，也无去靠家己的气力，靠家己的想法去完成做代志。保罗伊讲看别人比家己较强、较高明，咱和合本是翻译做看别人比家己较强啊哈。现代中文一本翻译做高明。这除了表面的意思讲会当去肯定别人，无过度高估家己以外，我想这句话有一个更较深的意思，就是会当将别人的需要看作比咱家己的更较优先，这款的意思哈。当咱咧做决定的是，第一个想到的无过是咱家己。第一个想到的是别人的需要是甚物，上帝的心意是甚物？我想这是咱会当做伙来学习哈。而且真正的谦卑嘛毋是自卑哈。真正的谦卑是会当肯定家己是上帝的创造，有上帝的形象，对上帝来看是有价值的。但是真正的谦卑也互咱无去和别人做比较。反倒会当去欣赏别人的优点，对别人的优点内底来学习，来得到成长。我想这是真正的谦卑带互咱的一个功课。伫信仰的群体内底，保罗伊劝勉这个信徒，都要用一个正确合宜的眼光来看家己，那呢才有法度来塑造一个合一也有气力的信仰的群体。也这款的群体，才有法度去为上帝来做一个好的见证。保罗伊安尼教导，我想伊心内也真清楚知影，对人的软弱，对人的罪性来看，要靠人家己，要靠人的意志力去达到谦卑，达到团体的合一，这差不多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保罗伊就鼓励众人讲，咱得爱掠耶稣基督做咱这个典范，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来学习拼扛家己，学习谦卑，学习顺服的这个款式。耶稣基督互咱什么款的款式？咱要详细来看。第一，伊原本有上帝的本质。耶稣基督原本是上帝，伊和上帝有同款尊贵、荣耀的地位。保罗讲，耶稣基督却无滥用甲上帝同等的这个权利的特权哈，就是讲无坚持家己和上帝同等所以也无坚持这个地位是袂通放弃。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有迄个极尊贵、极荣耀的地位，但是伊无坚持，我这个地位是绝对袂当放弃的。伊愿意全然顺服被上帝的旨意。愿意成做一个人，放弃迄个尊贵荣耀的地位，成做人来到世间，来完成被上帝拯救世间人的这个计划。耶稣基督伊反倒拼扛家己，也是讲新的翻译讲自愿放弃一切，拼扛家己。我感觉这个台语翻译了非常的好哈。将咱原本有的物件，咱原本有的地位、荣光，拼空倒出来，拼空为着人，为着听，愿意拼空家己。耶稣，这是耶稣留予咱的典范。伊处奴仆的本质，也是讲形象，对一个掌权的变做无能力的，对一个伟大的变做微细的，对满有气力、充满气力的，成做一个软弱的。对一个荣耀的、行见效的，耶稣基督伊对上帝来成做人，
出世伫真卑微的马槽，成长伫一个真善切、真平凡木匠的家庭。伊世界奔波，世界落落，伊最后受反背、受出卖，经历着侪的痛苦，甚至死亡。最后，佮死伫迄个上界见效的十字架顶。耶稣基督，伊为着听咱，选择一条完全向下、完全行往下面去的道路，完全摒空家己的一条路。耶稣基督，伊正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来到咱中间，体会咱人一切真实的需要和软弱。所以耶稣基督，伊的腰背。圣经敢有讲伊的腰，耶稣正做人的腰袂？伊的腰，伊也会野生，伊也会受气，伊也会伤心流目屎，伊体会过咱一切软弱，咱一切需要，所以伊伫侪事顶面会当正做咱的帮赞，正做咱的拯救，伊也应允要陪伴咱，和咱做伙行人生的道路。我想这就是主耶稣为着听，愿意摒空伊家己，愿意来到咱中间，为着听咱屈家行往下面的这条路。耶稣伫咱若看福音书内底，伊也真断然拒绝啦，真决断来拒绝对这个世界来逐款的诱惑。这款的诱惑包括这几项。包括遐想要爱伊伫这地面上来做王，即款的诱惑耶稣拒绝；包括要求伊着爱显明伊的关系，显明伊的影响力，即款的诱惑耶稣伊嘛拒绝。爱耶稣会当引起人的注目，真显目，互人会当注意到伊。即款的试探，耶稣伊拢真完全来拒绝。伊选择的毋是行往顶悬去，成功互众人欣赏、众人肯定即款的道路。伊耶稣所行的是十字架，即条牺牲、流血、彻底向下行去的道路。伫耶稣身躯顶，咱会当做伙来学习伊所留互咱即款愿意摒空家己，为着听、为着服侍来。放弃一切，这款的服侍的精神，就是咱通做伙来学习。我想伫咱长老教会的历史内底，咱嘛经历过侪宣教师引用耶稣基督这款摒空家己的精神来底服侍，对因家己的国家放弃因原本真好的生活、真好的待遇，来到相对真落后的台湾。将福音的好消息传播互咱，我想若无这个宣教师，就无今日的长老教会，无今日的咱。伫北台湾有咱真实的这位是甚物人？这位一定爱熟悉这位是马街马街牧师有这位吴威廉吴威廉这拢和咱相连算真有关系的宣教师因用耶稣基督的精神，放弃因原本会当真好过的生活，来到这个所在，放下一切，为着听咱，为着传上帝福音。也伫咱台湾也同款有侪宣教师来到南台湾来做福音的事工。这位咱敢有熟悉？甲咱提示一下和马街共姓，马雅各啦，毋是真正共姓拢马啦，第一支拢马马雅各这是马雅各，伊是医生，同款伊嘛是放弃真好的生活来到台湾传福音宣教诚做侪人的帮赞这位巴克勒这位是巴克勒牧师伊嘛同款放弃伊侪的代志，会当来到咱中间。我今日特别较济甲咱介绍巴克勒牧师的代志，互咱会当小可知影。咱对巴克勒牧师真熟的一件代志，就是伊伫真少年的时，16岁时，伊受上帝呼召，真大的感动，要献身做宣教师，伊就写一张献身文献身文
伊内底题目当然真长哈，但是伊内底重点是讲，伊愿意用谦卑的态度来献身，互上帝来使用伊。伊最后伫伊家己签伊家己的名哈，而且真特别咯。伊每一当的生日的时，伊就甲即张献身文刻出来，各一摆签名。所以顶悬的签名非常侪摆对伊16岁到伊60几岁安息每一当拢有伊的签名而且佫较特别的是，当伊结婚了后，迄个签名是伊和伊的牧师娘做伙签名，伊家己签名，伊牧师娘嘛签名表明因愿意献身互上帝，愿意成做上帝使用，成做上帝罗卜来服侍众人。我想即款的精神，拢是真值得咱做伙来学习啦巴克勒牧师伊伫咱台湾其实有真侪真重要的事业咱有可能毋是遐尔熟，但是这拢对咱台湾有真大的影响伊设立台南新学院伫白话字运动顶面伊也有真大的贡献特别是发行用白话字来发行府城教会报，就是咱真的教会公报诚做台湾上较久长、上较早的一个报纸。伫南部的教会有做开拓翻译圣经，甲翻做白话字巴克旧的迄个版本，就是巴克勒牧师出真侪力翻译伊嘛担任过即个和平的使者当日本攻入来府城的时伊成做即个使者保全整个人民的安全所以咱对台南有兴咱知影台南有一间教会叫做巴克勒纪念教会原来东门教会，后来改做巴克勒纪念教会。毋那安尼，政府的一个公园嘛改做巴克勒纪念公园，咧纪念伊对台湾真大的一个贡献。我想这后壁这代志，当然巴克勒伊咧服侍时，伊拢无想到啦伊就是尽伊的气力去服侍，尽上帝互伊的呼召去服侍最后就对上帝来这荣光伫伊的顶面。就是咱会当做伙来学习啦巴克勒伊上时嘛扮演几啊种无共款的角色伊献身进前，是讲伊正式受差派进前，伊是一个科学家而且伊伫科学的研究方面是非常的有水准有人讲伊若无正做宣教士，伊可能会得诺贝尔奖啦诺贝尔伫伊的迄个项目内底所以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但是当伊受上帝呼召的时，伊就愿意放下，愿意选择迄条牺牲、奉献、服侍的这条道路。我想这拢真无简单。伊上时嘛是一个言行一致的牧师，也是一个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我想这拢留予咱真好的一个模范。我想耶稣基督留予咱这个典范，这个宣教师留予咱的典范，拢要成做咱通学习的一个对象。伫咱服侍的过程，咱会当常在来想看卖我是为着什么在服侍？是为着要家己高举家己，还是愿单单为着要荣耀上帝？这是咱会当来做伙来思考的。最后咱要来看今日第2段的经文，讲主的灵、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拣选我，爱我送乡的人传好消息，伊差遣我宣告。受掠的得透放，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压的得自由，也宣告主拯救伊百姓稳定的年。这是耶稣伊伫开始服侍的时，伊教会堂内底拍开以赛亚书的这个经文念的一段这个表明伊所要服侍的是遐上界互人看袂起、上界弱势、上界软者、上界无助者的人。我想，这嘛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行的服侍的道路。咱知影教会就是基督的身躯，基督正做教会的头教会来掌管，所以教会的走向，教会的做事工，咱得用耶稣基督的意思来做咱的一个目标。耶稣基督的典范，正做咱行的一个方向。那安尼，咱才会当正做一个荣耀上帝。上帝所欢喜的教会对基督徒来讲咱就是基督的门徒，是军队基督、学习基督的人，所以咱也得用伊基督互咱的这个信仰的典范来正做咱服侍，正做咱信仰道路顶面会当做伙来学习的。
伫咱10月份10月19和10月26，对咱教会来讲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恁知影无？要创啥？要开临时会员好会吼，要选后一届的新任的长执。侪人咧讲，教会内底也有选举吼，对其他教派可能会较无法度理解啦吼。看起来共款是选举，是对正人内底选出几位安尼来做代表。但是我想，伫教会内面的选举，和教会外口的选举有一个真大无共款。教会内面的选举，毋是要高举家己，毋是要互家己真请赢真牛。教会内底选举是咧表明，我愿意互上帝使用，我愿意成做正人的车用。所以伫教会参与逐款服侍，我想拢共款。咱拢毋是要互人看见，咱拢毋是要高举家己，咱是单单要来荣耀上帝，要成做别人的祝福甲帮赞。往顶悬来行追求成功、受人注目，这是即个世界介意行的道路。但是耶稣基督爱咱行的是一条往下面去牺牲服侍的道路。我想这条道路看起来真矮，行的人也真少。但是我也确信，这条道路最后要带咱进入到上帝国度、上帝祝福内面。今日是教会所定的关怀主日，互咱通做伙来学习跟对耶稣行这个向下的道路，看见别人的需要，将眼光对咱家己身躯顶转向四周围这有需要的人，也用咱的行动来关怀因的需要。也特别要邀请咱做伙来关心西罗亚诗班因的事工，互这个互上帝所选、所差派的团队，会当通过音乐的服侍，通过生命的见证，将福音的信息带到更较侪有需要的人的中间，会当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赞。咱若有真详细看咱今日的经文，咱可能会发现。今日经文像有一部分咱无讲到吼，伫腓立比书第2章的第9节到11节，咱今日无特别讲迄段。迄段是耶稣受高举，超越万名，上帝互伊超越万名顶悬的即个名哈。咱常常拢伫看即段，咱拢干那注意看即段尔哈。看即段经文是咱注意到后壁即个部分。但是无需要咱提醒，这是上帝应允问题，愿意服侍上帝的人，一定会当得到对上帝来荣耀。但是迄毋是家己去争取来，耶稣基督得到这款的荣耀，是因为伊愿意顺服上帝，愿意用谦卑的态度行上帝爱伊行的道路。我想，咱嘛做伙学习，用这款的态度来服侍。我也确信，最后上帝应允，上帝恩典也袂落空。最后嘛，要互咱几个行动的建议哈，咱会当做伙用心来观察咱生活的四周围，敢有一撮需要帮助的团体机构，咱会当为因来做甚物？咱会当用甚物实际行动来关怀、来帮助这有需要的人。第三嘛，会当互咱做伙为着西罗亚诗班的事工来奉献代祷，也更较欢迎会当成做协助的志工哈。咱知视障朋友因要出门有真侪困难爱突破啦哈，爱需要真侪志工的朋友来甲因斗帮忙。咱若愿意有这款的心志，咱嘛会当成做志工来服侍因，来帮助因，会当有更较好的服侍。这是西罗亚诗班因也要过来献唱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甲咱讲，咱每一个人拢若亲像一拍小小的蜡烛、小小的烛火共款哈。咱会当做的虽然真有限。但是，当咱愿意家己谦卑，愿意成做一个合一的团体时，我想咱的服侍要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咱做伙来听这首诗歌，也用这首诗歌来成做咱信仰的反省。Thank you.
你我生命内底迄拍小小的灯火，会当成做一个合一有气力大拍的灯火，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赞。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因为你用你的话来激励阮，来帮助阮，互阮会当来学习，将阮的眼光转离开家己的身躯顶，互阮会当学习去看四周围的人因的欠缺甲需要。通思考，阮通有啥物款的行动来成做因的帮助甲祝福。主，我们做伙来学习，用谦卑顺服的态度来成做一个服侍的人。也通过阮小小的服侍，会当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主，阮搁一届，将阮每一位拢摆在你面前，恳求你来呼召阮，来使用阮，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